呢條樓梯曾經出現過喺好多香港嘅電視劇同電影，仲有好多 music video 都用過。大家好，我係馬可叔叔，今日嚟到跑馬地蟠龍道，帶你睇一個好特色嘅單位。以前係公務員宿舍嚟嘅，樓齡咧有67年㗎啦。咁我身後呢個 building 咧，呢度曾經住咗一位非常知名嘅歌手羅文。而家我要介紹嘅咧就係蟠龍道嘅16至到20號一間頂樓連天台。蟠龍道呢條只有200-300米嘅舊式街道，係位於香港島跑馬地嘅半山地段。佢連接南塘道一帶，附近以低密度住宅為主，街區環境相對安靜，係屬於跑馬地較為有代表性嘅舊式豪宅地段之一。香港英殖時期嘅公務員宿舍，多數建於山頂半山近海或者景觀較好嘅地段，反映當時嘅權力分配同埋生活階層。喺建築上，通常都會有寬大嘅陽台、大窗、較高嘅樓底，重視通風同埋採光，以適應香港潮濕嘅天氣。大家好，今日嚟到跑馬地蟠龍道睇一間67年歷史嘅公務員宿舍。咁呢間面積係1763尺嘅。咁呢一層平層咧有4個房間，佢有一條內置樓梯咧去到天台嘅，呢樣係比較罕有同有特色。咁同埋咧，佢喺上邊咧係有一個好靚嘅工人房。咁間屋你睇到噶啦，全間屋咧仲保留緊呢幾十年原業主嘅所有記憶喺晒度噶啦，咁亦都冇整過。我一入屋嘅第一感覺，成間屋好似定格咗喺60-70年代一樣。對於我嚟講，有少少勾起咗童年嘅回憶。當然60幾年舊樓嘅特色咧，其中一定有大陽台嘅。咁呢一間嘅特色咧，就喺房同埋客廳咧，分別咧可以出到去露台。而露台嘅面積咧係相當大嘅，你見到係應該擺到2台麻雀噶啦，起碼。景觀咧好開揚。我左手邊嘅咧係馬會俱樂部。而英殖時期嘅公務員宿舍咧，唔止係福利嘅住房，亦都係港英治理體系嘅其中一部分，用嚟安置呢個高級嘅官員、司法同埋行政領袖呢啲重要嘅職位。直至到1950年代咧，政府亦推出咗公務員建屋嘅合作社同埋住房福利安排，俾啲合資格嘅長俸公務員咧，以較優惠嘅方式置業。咁由廚房穿入去嘅話咧，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工作間，連埋一個廁所喺呢度。咁另外廚房呢邊咧，其實當年啊，佢全部都係名廚名衛噶啦。買呢間屋嘅咧，基本上就係買個廊嘅啫。咁啊，全部裝修，想像空間你自己嚟，想整到點都得。嗱，呢條咧就係內置樓梯，直接喺客廳咧上到天台。咁基本上我之前睇好多樓咧，佢上天台喺後樓梯上嘅。呢條喺自己屋入邊入咗契嘅樓梯上天台咧係好罕有。而呢一間工人房咧，絕對係好多人嘅夢中情房嚟嘅，因為佢有景觀、有窗、有廁所，同埋有一個可以用到嘅天台。呢個面積相當大啊！可以睇到個天台全個係私家嘅，咁你自己中意點樣打造一個小花園都得。呢啲宿舍咧，通常被視為香港殖民地建築嘅一部分，既反映英式居住嘅觀念，亦都體現咗當時嘅行政體系下嘅階層秩序。其實呢一類型嘅公務員宿舍已經買少見少。如果大家對呢層樓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聯絡我。